今年度最后一档的旅游盛事大台南国际旅展，17号伫三观客等各界贵宾的精彩见证当中正式登场。为了抢占年底自产大房的商机，各大旅馆饭店伫旅展拢推出超杀介绍，参观平均拢有6、7折优惠，甚至有业者现场也烹出烘卖料理，互民众品尝，吸引排队人潮。而今年台南旅展上特别的，就是推出上大规模的日本观光主题馆。总共有18馆区，看准台湾、台南的消费力，拢来参展卖力行销。包括开幕式当中，日本三神嘛准备因传统的魁星舞蹈甲乐器演奏，凸显因对咱市场的重视。另外，伊贺市嘛推出出名的忍者中班来逗留咧。包括咱这个三神寺，山卡达的市长、县长、之后的县长，群马县，这拢咱甲台南市有交流，咱的姊妹市，拢特别。经咱台南旅展来参展，来推广因遐个一寡新的活动，是这个疫情以后的活动。咱也有，咱有伫咱的老市长、咱大市长，咱黄伟哲市长的努力，到即届咱台南市旅游工会，这个李干事团队，来大家共同努力，来促成咱这个日本的交流，造成咱即届，这个日本的单位。已经是咱历史的记录。疫情过后，8大旅游品牌指定参加大台南国际旅展，对17号开幕，将到20号为止。随着日本等旅游的热潮，以及明年3月1号大陆旅游解禁的好消息，观光署预计明年将突破1000万的观光游客，也予台南更有信心，旅展要来拼世界级。这个台南旅展，我头倒位门口入来，就发觉讲，因大家拢咧讲无输台北的国际旅展，所以咱过来搁较拼咧拼台湾，拼咱的全国性的，甲拼咱世界杯咱来当做伙努力来打拼。已经开放，去年开始10月份了开放，来在这个旅展足侪厂商趁这个时间，有互大家优惠，要鼓励大家来出国。伫岛内嘛有足侪饭店的优惠，国内国外拢兼顾，所以伫即个商机，伫月后会大爆发。旅展开幕，副市长赵庆惠甲观光旅局长嘛伫现场宣传台南400台湾灯会伫台南等有奖竞单，吸引人气强滚，嘛希望持续带动台南观光旅游的热潮。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。